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文革即将来临。按照毛泽东的思想，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于是就有了破是旧和立是新。而所谓的是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谓是新，则正好相反，意味着共产党代表的一切被中国共产党从所谓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解放。才不过17年的西藏，可谓集是旧之大成，不花点力气好好的大破特破一番，怎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西藏？因此就整个藏地的中心拉萨而言，一是破坏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首当其冲的是西藏宗教的灵魂大昭寺；二是批斗牛鬼蛇神，大都是代表旧西藏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的三大领主。这是中共给予传统西藏的政府嘎下寺院、贵族及庄园主的专用名称，包括相当一批成为中共统战的爱国上层人士，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难逃被专政的下场。看上去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之前的拉萨风平浪静。这张照片是从布达拉宫俯拍的拉萨东南面，仔细辨认往西属于拉萨的本土建筑，可见的有14世达赖喇嘛家族姚皮达之府邸，从布达拉宫东门有一条小路通往，以及隐隐绰绰的大昭寺，也有不少隐隐绰绰的老房子。而更醒目的是一幢幢类似兵营的房屋修筑在过去的大片草地、林卡、园林和沼泽上，是新政府的办公场地和宿舍。一条条新开的街道被命名为北京西路、人民路等。据1965年的西藏日报报道，拉萨市建成了一个以人民路为中心的拥有25个较大的建筑物的新市区。又据中国官媒记者写，1965年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央直接拨专款用于拉萨市政建设，是民主改革后市政建设的第一个高峰。20世纪60年代的拉萨正在失去古老而独特的风貌，拉萨过去的风景就这样被改变了。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沧桑之变的见证。这就是大昭寺，被14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1964年2月19日至29日，正值藏历新年期间，按照西藏传统，在这里举行祝福祈愿的盛大法会摩朗庆木，中文译为传召法会。然而插在寺院之顶的5星红旗和挂在寺院墙上的标语却已表明今非昔比。西藏的灵魂至高无上的达赖喇嘛于1959年3月17日被迫出走，流亡印度已5年。据官方报道，这次法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金武和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分别派代表向参加传召大会的僧众发放了布施。半年之后，10世班禅喇嘛因为向毛泽东递交著名的7万言书，直言批评中共对全藏区，尤其是对西藏宗教的破坏，而被当作西藏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遭到批斗并被撤职。来年的摩朗庆木也被取消，直至1986年才恢复，3年后又被禁止至今。1964年的藏历新年期间，
藏人们从各地赶来朝觐大扎氏。1964年的莫兰期末，按照传统，拉萨所有主要寺院的数万僧人将云集于大昭寺，举行连续多日的法会，但这一次的规模已大大缩小。在经历了1959年3月反抗中共的拉萨抗暴，中共称之为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西藏指经中国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以下含西藏一词，有些指西藏自治区，有些指全藏地，如西藏文革，视内容而定。自治区10多万僧尼，只剩下几千人留在寺院。从图中即可看出，坐满大昭寺2楼露台上的不是往日的僧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耐人寻味的是，各种醒目的政治标语也已经包围了大昭寺。在往日法会期间，达赖喇嘛下榻的日光殿悬挂的标语上，用藏汉文写着继续贯彻执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的方针。这是一条非常不容易理解的来自强权者的指令，概而言之，即必须听从中共对西藏宗教的任何措施。1964年的莫兰期末，法会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大昭寺南侧的讲经场松觉罗瓦通过辩经考取藏传佛教的高级学位。图中右脚正在拍摄辩经现场，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藏人摄影师泽仁。1965年9月1日，在布达拉宫山脚下的秀次林卡法座陵园经已消失，上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了西藏自治区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这些人是参加大会的代表，有喇嘛，有妇女，有上层人士。其中那位女代表是大贵族帕拉家族的小姐阿旺贝木，嫁与大贵族吉普家族的公子。她因为积极靠近共产党而被认为是反动的帕拉家族中唯一进步的革命者。走在她旁边的那位很有风度的男子是日喀则地区贵族平绕仁钦。他身后的那位穿中山装正举步上台阶的老人被认出是日喀则地区贵族拉米伊西促成。1年后，他们都被当着牛鬼蛇神遭到游斗。其实在这次会议上被任命的好几位副主席后来都成了牛鬼蛇神。同时召开的政协西藏第2届委员会上也有好几位副主席后来成了牛鬼蛇神，他们大都出现在这本书中批斗牛鬼蛇神的照片上。照片的背景是布达拉宫，几棵绿荫树下停放着几辆式样不同的汽车。这时候的拉萨看上去宽阔、明亮、安静，但实际上当时已是疾风暴雨即将来临。走在这群僧侣队伍前面的2位僧侣高高举着的魂符标语上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表明这是在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的大会上，而在这时候还需要他们充当政治表演的角色。但不计1年，当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恐怖狂飙袭来，全藏各地的僧团组织被打得落花流水。以自治为名的新政权成立了，僧众摇动着花朵，很像是用彩色皱纹纸扎成的花朵，是从中国传到拉萨的新风尚之一，表示欢迎。
其实它们就像手中的花朵，所起的无非只是一种点缀的作用，而且十分脆弱。但在文革时代，连这一点作用也彻底丧失。1976年，西藏自治区境内原有的2713座寺院，仅只剩下8座，可想而知，会有多少僧侣能够留在残存的寺院。图中第2排那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僧人，面带谨慎的神情，注视着眼前拍照的军人，眼睛里是否尽是不解。这些正是被形容为翻身农奴的藏人们，也摇动着花朵庆祝西藏自治区的成立。他们的姿势和表情如同受到操纵的木偶，十分机械。我父亲在装有这幅照片和底片的信封上写过这几个字儿：祖国的花朵。这是当时的流行语言。还有一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从小也耳熟能详。算起来，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如今已是年过60。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